云林虎尾市环妈祖经有一盆这个7里香的盆栽，竟然生出着一个灵芝，差不多有一个手部大。庙方是真意外，因为灵芝自古以来就代表着吉祥甲富贵，所以庙方决定要把这个灵芝保存起来，要好好来照顾这个盆栽。 灵芝通常生伫湿度较悬，而且光线较暗的山顶。不过，伫虎尾市环妈祖宫有一丛7里香，伫去年底生一丛灵芝，而且生到大，有一个手这么大，嘛互庙方真意外。刚开始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察觉，后来应该是去年这个在大概年底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才有发现，有长出这个灵芝。 因为庙内生灵芝实在是伤神奇，庙方嘛专工请专家来鉴定。灵芝自古以来都代表吉祥富贵的意思，所以庙方嘛决定把这丛灵芝保存落来，好好照顾。那我们当然，我们还是把它妥善的保存、观察，能够生长出这个灵芝这个东西，表示一种大吉大利，也是一种灵秀之地，才能够有这个好东西。 日后若是有乡亲来到市环妈祖宫拜拜，嘛会使顺速来看这丛意外出现的灵芝。